熬早南港，展览馆的天色才拍破仔光。南港路交泰兴面粉厂厂仔边遮的椰子树，那徛画边安尼开始固守面粉厂和对面南港高工的任务。不时出喙的鸟声童音，有悬有低，有幼有尖，哪合奏哪伴唱，亲像咧甲过路的人甲车招呼讲：熬早，熬早。规年冬天寒天休困的基隆河，地热人，阁无雨水的透早，温温啊流向上山。河的对面，内湖迄粒粪扫山，即阵已经整理成做青翠的河墘休闲公园。阿山顶迄支漆红画白烟筒讲，虽讲早就已经无咧运作烧粪扫，毋过靠势日头光线的关系，哪像海边的灯塔，只因南港这边宽东高架大道顶悬来来去去的车只。电视街南边入来番仔埔东心国小姐，敢若做下早仔一步的菜市啊！伫日头出来的时，三角窗现代柑仔店已经叮咚叮咚几落摆啊！对面卖早顿的店内坐无几个人客，路里两三台来社会发财啊，停停闪闪，一群仔就驶走去。几间店面头前，有人咧排档，有人点开500万雨伞来甲打杂日。庙仔的上经声加减放送，学校边树仔顶的鸟语声哪有哪无。这个菜市啊，若要较闹热，就要等拜六、礼拜，也是年节啊假日的早起时。已经地下化的铁基路市民大道这搭，北部流行音乐中心的更具结构，那一只摔落来的 UFO 倒伫涂骹。南港太啊，自从抢来迄支烟筒管，互人敲掉甲担，只剩甲土地围起来的铁片篱笆。粗单啊回声，互政府拆买一半，才勉强保留落来。牵陈的旧厂房叶叶，密伫树丛内。但是自从规划开放做文化资产以来，起码有吸引青少年来参观，认捌南港和台北市每一世纪以来的演变甲发展。有南港车站和 HSBC 二样的两栋直溜溜的办公关楼，就是这几年来一碗火车高铁一运，甲客运站做伙斗阵，内面有美食街、百货公司、电影馆、饭店、停车场的南港车头。北透过公园对面是南港区行政大楼甲土地银行两栋建筑物。早起7点外，对南港车头来上班上课的人开始坐起来。照东北西南倒行时钟的方向甲看，有去交泰兴、南港软体园区、中国信托金融园区、展览馆、东湖实际的，有到南港高工行政大楼、土地银行、家乐福邮局、东新国小的，有往玉成、上山、南港高中、卫生福利部大楼、南港机场的，嘛有来伫车头遮上班做事的，甲需要搬车到中央研究院旧庄园区的。总是无论来去南港倒一向，熟悉无熟悉，早起一见面就会一声熬早小酒问。